启用，今仔日的启用记载伫启用文53篇，由我来启。启用文53篇，我着大使命就君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。将要用小我者，也是我做我来就君你。上主将会欢喜清清食公的羊，也是慢慢调起的羊。我将用这个这个我来保命，就我来做迄家己所信的。人啊，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？上主要有你的指示，这声就是言话你。